三公主和我们公子是从小就定下的姻缘，怎么这般不顾及公子的脸面，让玄虎的少城主抢了先？他那边成婚了，我们公子怎么办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让公子听到了。他呀，最不喜欢我们提起他跟三公主的婚事。不妨人，听说韩少君患有心疾，活不过20岁。我们公子可等得起，看谁好过谁。裴思学，三公主派小人传话，婚礼一切从简，祭天免了。这祭天祷文也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公子不问缘由吗？三公主胸无点墨，罔顾礼法，不爱祭天就随她去吧，我也省些夸赞她的笔墨词句。那小人告退了。接下来什么流程啊？面见城主，以告父母。直接洞房。城主，何事？三公主传话来说你日理万机，成亲这种小事就不叨扰您了。胡闹！下官也觉得不妥，已经派人去请了。这孩子自幼骄纵，如今越发任性了。城主啊，这三公主可能只是觉得礼数繁冗。罢了，免了就免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是。这韩少君身子骨不太硬朗，咱家三公主又是一个不太精细的人，这万一要有个好歹，这韩少君没挺过去。万般皆是命，就当芊芊替我排忧解难了。不顺父母者出，膝下无女者出，不安于世者出，凶悍妒己者出，身患恶疾者出，搬弄是非者出，不合规矩者出。这7条是花园男子的7出之罪，韩某已经背过了。少君，这也是花园城的习俗。新婚之夜，谁将男子的面巾取下，男子就要追随于谁，易主，视为不贞。这一条，韩某也可以照做。荒唐！你们花园城怎么可以如此约束男子？女人在玄虎城什么地位，男人在我们花园城就是什么地位。你个来吉，入乡随俗。这又是何物？手工纱。哎，放肆！韩某与三公主成婚，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两城的关系。什么福德、面巾，韩某都一再忍让，尔等却步步紧逼，简直……欺人太甚！少君，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呀？啊，是，三公主，小的这就告退。韩少君，哎，少君，韩少君，我们是走个过场呢，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啊？大婚之夜，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？
交杯还得注意姿势，喝有毒的那杯。三公主，你我昨日有缘初遇，今日就要结为夫妻，之后定当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。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。干了。哎，少君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扫了三公主雅兴。